台东太麻里溪出海口，昨尾仔晚有一个5岁囡仔跌落海，拄好去互钓客看到，随跳海救人。想袂到这2个人拢去互海用架去啊！海巡队和消防队找规暝，到达拢还袂找到人。日尾仔晚，台东消防大队伫太麻里溪出海口派出巡逻艇，到海面搜救跌落海10部囡仔甲救人的钓客。海巡警艇也伫海上找找。海巡署东部分署表示，日尾仔晚接到民众报案，一个5岁查甫囡仔跟阿公伫太麻里溪出海口钓鱼，查甫囡仔无细里跌落海，另外一位55岁细汉的钓客发现随跳入海中救人。钓客阿兄全程拢看到已经救到查甫囡仔，也毋过海流伤强，收袂转岸边，互海燕赶走。那个小孩就抱着他，他也抱着那个小孩啊，就在差不多第3浪。哦。哎呀，第3浪、第4浪左右。经过规暝找找，搜救人员也是无发现跌落海2个人踪影。日到透早，海巡队继续找找，台北消防分队早无人机伫4公里的海峡空中搜寻，也毋过到目前为止也是无找到人。今日也会全天候派遣1艘海巡艇在海面上实施搜救，然后我们现场也有协请台东县消防大队、大武大队实施空域的搜救。附近钓客表示，太麻里溪出海口海流变化大，搜救较无简单。细单钓客影响落海救人，希望2个人拢会当赶紧平安获救起来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